靠人生活无能，妻离子散痛苦，出卖人格可耻，死也糊涂悲哀。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二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阿爸，我若要到咧病院看姨妈甲阿伯，阿伯受伤拢是由我引起的。我若无去照顾伊，看伊好起来，我的良心一世人拢会袂得过。我知影啦，我知影你嘛想要去。杨姑，我拜托你，可怜我这个做查某囝的好无？你乖乖留踮咧厝的，我阿母会当看到你。我已经拜托这边好好照顾你啊，吼。我是安怎爱留住在厝，互恁阿母看？今摆我的一仔也倒伫咧病院，感觉我袂使去怪伊哦。这就是我所顾虑的，刚讲你敢当也唔知心。阿母已经知影这件代志，伊即摆拢无去病院看阿伯，这是为虾米？咱两个拢去病院照顾阿伯。阿母敢袂怀疑讲，我是毋是借机会搁带你去看阿妹啊？要是咱拢无将伊当作是咱担家的啦。万一伊若走去病院呢？你要去姨妈安怎才好？昨暗姨妈在病院，已经甲有话讲甲遐尼啊清楚啊！你敢忍心搁看姨妈艰苦心？我都知影，我伫伊的心目中哦，根本就是一个小查某。是一个敢若会晓互无理取闹的人啊！我家己的媳妇讲甲遐尼啊歹听，本来我阁想要甲伊关心一下，啊，即马呢？我的关心，在伊的心目中根本就是粪扫啦！
你赶去病院看阿伯啦。啊，饭菜吼，我拢已经准备好啊。中昼你就甲阿母家己食啦。啊，我要上班啊，假使你有啥物代志吼，甲叫阿母打电话去办公室找我啦。无，我会打电话回来啦。李忠啊，你免鼓励我啦，恁少年的吼，去无用恁的啦。去啊，去上班啊。好啦，阿爸，我去上班啊。这两个囡仔真可怜，为着我甲淑珍的代志，已经烦恼袂煞，即摆搁要烦恼阿华。李冠同啊闹底，因的心情都还袂恢复咧，搁要烦恼阮遮老的，这款的压力，因敢有法度承担？台秘书，甲总经理，代志中啊来啊！伊准我来办公室，你甲讲，请来厝里找我，我有代志要找伊参详。多谢。陈秘书，搞早。总经理找你呢，总经理，爱伫倒位？伊讲伊伫因兜等你。伫因兜。苏小姐，到后白房的陪人咧。你免紧张啦，伊已经转去普通病房啊。小问的，几号房啊？我毋知，你去柜台问看觅。多谢。闭关子啊，你哪过来啦？我要来这陪阿伯，一直到伊好为止。闭关子啊，你莫阁有阿妈烦恼好无？你敢袂记阿妈昨暝讲的话哦？只要我照顾就好啊啦。假使阿爸若真心，我会打电话甲你讲，好无？你莫阁甲我苦劝啊啦！我若无留来陪你，我袂放心啦。闭关子啊，医生已经讲过啊，阿爸吼即摆真稳定，若是会当真心，就应该是无问题啊。啊，你定定走位遮来，你是要安怎甲恁大家交代？听我的苦劝，先转去啦。我无法度顾虑遐尔啊多啊啦。虽然讲伊是你的阿爸，但我自细汉，我是伊饲大汉的。伫咧我的心目中，伊嘛是我的阿爸，我一定要留在遮照顾伊。别管这啊！唔免搁甲苦劝啊啦。伊若要留踮喺遮，就会留啦。是讲美观啊，姨妈话是讲得真情哦。假使恁大家若是来遮要讨人，我也是无为你讲话哈。姨妈，我知影，我家己做代志，无论有啥物后果，我拢会家己承担。
总经理。你来啊？等我一下。哦，好。我你陪我去一个所在。哦，是。咱即摆行。总经理，咱伫遮坐半晡安尼，你这敢毋是讲要带我去一个所在？咱敢是要讲生意哈？咱伫遮坐足久安尼，你的意思是？陈志忠，啊？你知影我是安怎带你来遮无？遮？总经理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要带我去的所在，就是遮哦？第一名戏出大野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同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野厝，赞！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一去着呀哩哟，俗风赢着才可了苦。遮？总经理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要带我去的所在，就是遮哦？伫日本的时阵，我常常一人去海边啊，常常伫海边做规工。我阿母阿爸是为台湾到日本去做生意的。阿母伫我做细汉的时阵就过身啊，因两人感情无好，我爸定定欺负我阿母，所以我嘛足讨厌伊。阿母过身了后，我敢若孤儿共款。阿爸除了互我食，互我钱以外，啥物拢无互我。2年前，我爸妈过身，我继承伊的事业，一个人拍拼奋斗，所有人拢甲我当作是头家，当作惊我的，毋敢接近我。我除了有一个成功的事业，我所失去的是搁较济。总经理，你敢知影恁阿母以前住伫咧倒位？不一定即摆还有亲戚住伫咧遐。所以若知影讲吼，你已经回来啊，搁遮尔有成就，伊一定感觉足欢喜的啊。
紧的。你甲送我去，袂。志中，你是毋是做惊我的？我是一个人惯势啊，所以常常袂当体会别人的感受。总经理，其实我感觉你人足好的呢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啊。志中，你能借我一项物件无？要借啥物物件？你的金角头。自我阿母过身了后，我跟咱孤单一个人，我最想要找一个我靠，但不过即马拢找无。总经理，毋过我已经结婚了呢。我毋是要抢人的阿，我是要做你的朋友。医生啊，阮后生即马情形啥款？什么时阵才会当精神？什么时阵才当精神啊？头家娘，这可能验面，也可能是明仔后个月，也有可能是世人拢袂精神啊。医生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连你嘛毋知我的后生什么时阵才会精神咯？歹势，我过来顺办哈。来咯，医生啊，医生啊，医生啊，阮囝吼肚啊已经溃啊，头壳内血甲该清啊拢清啊，食啊住啊药啊食，有甲顺了袂精神。医生，敢讲无其他的办法，互阮囝较早精神的是？头家娘啊，这该做的吼，阮拢已经做啊啦，剩落来都爱看伊家己啊啦，歹势啦。欧巴桑，你是精神了无？也袂。你嘛真歹运的，才跋一顿尔，佮摔到遮厉害。啊对啦，我有听阮亲戚讲过，像恁囝这种情形哦，食西药无，得要食偏方。食偏方？是啥物偏方？青草啊。青草啊？敢有效？有啊有效啊，阮的亲戚情形佮甲恁囝同款啦，伫咧毛床倒足久的呢，食药啊注射拢无效呢，自从食青草药随精神啦。真是的哦。第一名戏出大下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下厝赞。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一去着呀哩哟，俗风赢着才可了苦。美娟姐啊，你透早就来啊，你先回去啦。阿爸，我来照顾就好啊。美娟姐啊，我是咧烦恼，你若无回去，恁大家毋知对你安怎无？你放心啦，我已经甲阿爸讲好啊，我要留遮，一直照顾后爸，到伊好起来为止。阿爸是因为我才会变甲安尼，我若无看伊好起来，我根本就无心情顾虑别项代志。美娟姐啊，我知你伫咧担家日子过了无好，啊，毋过我实在想无咧，你当初是安怎要叫有代志着？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
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，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犹原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。